今早我哋搭飛機由盧克索飛去沙姆沙伊克 Sharm el Sheikh， 去到 resort 大約1點鐘，時間剛剛好係 lunch time， 我哋即刻去食個豐盛嘅 buffet。食飽飽之後，導遊已經搞掂 check in 攞好 key。今次我哋會喺呢間度假村連住2晚，由今日下晝開始，全員進入自由活動放鬆模式，去紅海海灘曬下太陽，浸下海浪 chill 一 chill， 享受一下度假氣氛，為聽日嘅重點行程好好充電。經歷完前幾日行神廟嘅爆腳行程，呢種無所事事嘅放鬆真係太舒服啦。Sharm el Sheikh 位於西奈半島最南端，埃及徹底卸下3000年歷史包袱，全力以赴去搞度假嘅紅海後花園。呢度冇鋪天蓋地嘅黃沙，亦冇逼你背歷史年表嘅古蹟，只有透明嘅紅海、世界級嘅珊瑚礁同埋豪華度假村。佢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國際度假勝地，靠嘅係老天爺賞飯食嘅天然優勢。紅海嘅水質清透度極高，陽光灑落嚟嗰陣，海面呈現出由淺綠 Tiffany 藍去到深藍嘅漸層，視覺效果超級治癒。呢度整條海岸線都被頂級酒店同 all-inclusive 度假村覆蓋。好多遊客嘅標準模式就係朝早食 buffet，中午喺海灘吹風，下午喺泳池浸水，夜晚繼續食 buffet。今鋪真係救贖了靈魂，但救唔到個身材。位於西奈半島內陸嘅聖海瑟琳修道院 （Monastery of Saint Catherine） 建於西元6世紀，係由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興建嘅。喺動盪不安嘅中東歷史入面，呢座修道院竟然完好無缺咁保存咗1500幾年。喺西元7世紀伊斯蘭教崛起嗰陣，修道院嘅修士向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尋求庇護。穆罕默德簽署咗一份保護信，仲印上佢嘅手印，命令所有穆斯林唔可以侵犯呢座修道院同埋修士。阿拉伯人進入西奈半島之後，佢哋依然恪守祖訓，世代擔任修道院嘅專屬維護者，展現咗兩大宗教長達1000多年嘅深厚紐帶。修道院嘅圖書館收藏咗超過3000份古老手稿同抄本，規模同歷史價值喺全世界僅次於梵蒂岡圖書館。呢度有4世紀現存最古老完整嘅新約聖經、希臘文抄本、著名嘅西奈抄本，同埋極之珍貴嘅早期拜占庭立彩聖像畫。樓上有個小型陳列館，需要另外收門票，都係2蚊美金啫。不過入面係唔可以影相嘅。修道院嘅主教堂同樣建於西元6世紀，入面唔俾影相。教堂內部祭壇上方飾有極之華麗嘅拜占庭馬賽克鑲嵌畫，描繪住耶穌變容嘅經典場景。
緊貼主教堂嘅地方有一座真正嘅伊斯蘭教清真寺，甚至仲有一座宣禮塔。11世紀時，為咗保住呢座古老嘅修道院，修士們好聰明咁將修道院入面嘅一間客房同小禮拜堂改建做清真寺，專門供當地嘅穆斯林做禮拜。燃燒的荊棘 The Burning Bush 無疑係整座修道院必睇嘅聖蹟。根據聖經出埃及記記載，上帝就係喺呢棵荊棘入面以火光向摩西顯現，指示佢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。呢棵傳說中嘅荊棘至今依然生長喺修道院入面。聽講有好多人試過將佢嘅枝條移植去其他地方，但全部失敗。全世界只有修道院入面呢片土地先可以令佢存活。修道院入面嘅呢口摩西井，傳說摩西當年就係喺呢度遇到佢未來嘅老婆西波拉。中午我哋嚟到達克布食 lunch， 邊食飯邊睇住無敵陽光同海灘。比起沙姆沙伊克嗰種典型嘅度假勝地，達克布完全係另一種 vibes， 嬉皮隨性，而且仲係世界級嘅潛水天堂，感覺有啲似漁人碼頭。食飽之後喺海邊散下步，行下特色小店購物，真係非常舒服，非常 chill。午餐後返到 hotel， 下晝就係全個行程最後嘅自由時間，盡情喺紅海沙灘游水，去沙灘吧享受免費啤酒汽水，好好揸住呢個旅程嘅尾巴。16日嘅埃及之旅喺最後一晚嘅 Farewell Dinner 正式畫上句號。今晚特意為大家準備咗一份訂製嘅埃及特色紀念品，令到最後一晚嘅聚會充滿儀式感。真的是很想要跟你们说拜拜，等一下跟你们说送一个简单的礼物，跟你们说拜拜，明天来看看各位。好。呢16日嘅埃及之旅終於完美收官，下一站我哋會去邊呢？今個9月，我哋會去土耳其西部嚟一趟深度遊，解鎖跨越歐亞嘅浪漫風情。之後更會無縫切換到法國南部，享受一趟12日極致放鬆嘅 slow life 行程。如果你都想親身感受呢份美好，歡迎加入我哋嘅團隊，一齊出發看世界。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，我哋下一站見啦，拜拜。